價連續3日下調，失守6.91關，再創超過8年新低。有香港找換店嘅人民幣買入價更加貼近1對1，業界認為咁係反映出找換店唔想收人民幣。星期五人民幣對每美元中間價報6.9168，較上日中間價下調83點子，係2008年6月以嚟最低。11月至今累積已經跌咗超過2%。在岸人民幣 CNY 喺6.91對1美元嘅水平上落，而離岸人民幣 CNH 就喺6.93嘅水平徘徊。內地官媒發文話，近期人民幣貶值其實係喺美國加息之前釋放緊貶值壓力，係國際匯率市場嘅一個自然反應。亦都話近日美國經濟數據超預期，鞏固咗聯儲局12月同埋出年多次加息嘅預期。短期人民幣對美元嘅匯率仍然面臨貶值壓力。而香港多家外幣找換店人民幣嘅買入同埋賣出價都已經破9，更加有找換店人民幣買入價近1對1，即係每100人民幣可以兌到101.5港元，反映出找換店唔想收人民幣。亦都有找換店表明，由於怕蝕錢，如果客戶兌換嘅人民幣金額太大，佢哋都唔敢接貨。而按中銀香港11點半嘅電匯牌價，每100港元可以兌到大約89元人民幣。ONTV 東網電視財經新聞。赤鱲角機場發生奪命車禍，一名內地男子被新界的士撞斃，現場遺下血跡，涉事嘅的士車頭冚凹陷，擋風玻璃碎裂。現場有一對懷疑係事主嘅鞋，其中一隻喺車嘅前面，另一隻就喺車尾被發現。的士司機報警接受調查，佢其後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。事發喺星期4夜晚11點幾，持內地身份證嘅事主喺暢旺路行車天橋對落嘅位置被綠的撞倒，硬冚擋風玻璃，再反彈至2米之外。佢送院搶救之後，延至星期5凌晨12點幾不治。現場消息話，懷疑有人衝出馬路截車，釀成意外。據報死者星期4夜晚喺尖沙咀飲酒灑落之後，截乘市區的士前往機場。但係因為醉倒車廂，的士司機抵達目的地後報警求助，佢俾咗車錢之後自行離開。警方正係了解緊佢嘅身世背景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一聲聲哀怨嘅貓叫，成為咗呢一隻灰色小貓嘅救命符。望落去，佢體虛力弱，似係病咗咁。有愛心爆棚嘅愛貓之士，擔心佢會俾人道毀滅，打算自行將佢帶到去動物診所求醫，然後攞返屋企飼養終老。究竟佢哋係點樣結下不解之緣呢？話說喺星期4深夜10點幾，3女1男途經北角七姊妹道嘅時候，聽到有貓叫聲從一架旅遊巴嘅車底傳出，於是踎低睇下，竟然發現嗰隻小貓被困。消防接報到場，利用工具將佢救出，就係咁，小貓逃過一劫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一齊睇黎明啊！想當年3G 視像通訊推出，轟動一時。不過今時今日，你仲用緊3G 就太 out 啦，因為有視像通話 apps 啊嘛。但到底邊個 apps 最實用又最慳數據？東網嚴選咗4大常用 apps 嚟個大比拼。先講一下界面，其實都係大同小異，撳個掣就可以打電話。不過 WeChat 就麻煩少少，而且要接通咗之後，先至可以揀轉用後置鏡頭。如果冇大喐動嘅話，4個 apps 表現都唔差，聲畫亦都同步。有咩向後？不過當記者移動，就明顯見到背景開始蒙啦。當中 WeChat 蒙得最勁 ，Skype 就最清。以對話2分鐘計算 ，WeChat 同 Facebook Messenger 用嘅數據最少只需要3至4 MB。而 WhatsApp 同 Skype 就需要近7至9 MB 啦。結果出爐 ，Facebook Messenger 界面、畫質都唔錯，更加係最慳數據㗎。果然係視像通訊之王。不過如果大家用 WiFi 或者有無限數據呢，畫質最好嘅 Skype 可能更加啱用。
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城市大學冧天花，除咗摧毀咗呢個體育館，仲可能摧毀埋學生一世人一次嘅畢業禮。因為今年嘅典禮改咗喺呢度舉行啊！所以我都同屋企人講，今日其實唔使咁多親戚嚟嘅。唔方便就一定噶啦，咁但係即係一生人一次嘅畢業禮都冇辦法噶啦。始終母校係 happy 啲嘅，我覺得。冇辦法啦，人生大事啊嘛。校方為咗彌補學生嘅遺憾，決定出動報警板，增加臨場感。至於上台環節亦都精簡架構，淨係得博士生先可以上台接受掌聲咋。就算你係 first time 畢業啊，都淨係能夠行坐禮咋。冇乜歸屬感，即係嚟到好似出 show 咁。成個畢業典禮好似好透明度唔夠啦，又冇乜諮詢過我哋，即係收飛都係前一兩日先收到，好似有啲唔公平咁咯。同我哋呢屆同之前嗰啲人，因為之前啲人喺學校又係個個有得上台噶嘛，咁但係今年就乜嘢都變晒咁咯。好似完全冇問過我哋意見嘅，填過一份問卷，但係嗰份問卷作用都好似唔大咯。城大唔同嘅學系之後仲會喺校園舉辦畢業禮，雖然規模比較細，但同學就終於唔使同報警板影相啦。東網電視記者張嘉敏報道。11月25號係賭王何鴻燊95歲嘅正日生日，喺晏晝12點幾，賭王二房女女何超鳳就着上咗紅色連身裙配黑色外套，去到養和醫院為賭王賀壽啊！二房女女話賭王好開心，一家人送咗好多禮物俾賭王，已經切咗幾個生日蛋糕啦。何超雲、何超蓮同埋何猷啟呢，花咗啲心思喎，因為何生曾經講過自己咩都有，唔使花錢買禮物，所以佢哋今年就索性一齊做咗95個鐘嘅義工，用有意義嘅慈善義工幫爸爸積福，作為最好嘅生日禮物。三房女女何超蓮一向都好孝順，不時喺社交網站上載屋企人生活嘅點滴。趁住爸爸生日嘅大日子，佢就上載一家5口嘅舊相，更加自爆邊寫邊喊啊！佢話多謝爸爸嘅愛護，指佢係無所不能嘅超人。四太梁安琪就表示買咗一幅澳門青年藝術家嘅畫作送俾賭王啊！呢幅畫上面畫滿咗籌碼，四太話賭王見到都好開心啊！問到何生點解會喺養和醫院，佢話主診醫生話最近呢排係流感高峰期，近日天氣亦都寒冷，加上呢佢又生日，好多人去大閘，擔心會有太多細菌，所以為咗確保何生健康，就俾佢留院啦。韓國女團 2NE1 宣布正式解散啦，7年嘅組合生涯正式告終。YG 事務所喺聲明中表示 ，2NE1 嘅合約喺2016年5月到期，成員孔敏智當時已經決定唔再續約兼退隊。去到呢一日 ，YG 宣布 2NE1 正式解散，並表示比起組合活動，認為應該全面投入進行個人活動。而 YG 亦都表示 ，CL 同 Dara 已經簽咗個人活動嘅合約，而朴春就仲未續約啦。不過朴春近日開始更新 Instagram， 呢日佢喺 Instagram 度公開自拍短片啊，公開咗自己嘅近況，但係就冇講之後嘅發展路向啦。另外同樣係 YG 嘅男子組合 Winner 亦有成員退團嘅問題，YG 事務所呢日發聲明表示南泰元因為健康問題而退隊，組合將會以4人陣容繼續發展，並指佢同事務所喺11月18號正式解約啊。陳展鵬同陳山聰日前為無線劇集同盟開工，而佢哋仲完全唔識相同無線賣身肉搏，喂戰 pan 你咁搏，你哋就好翻啊！其實冇事，其實一嬲都冇事噶，即係只不過就亂咗針就快啲好啦，去睇醫生咁打支針快啲好啫嘛。咁啊，打嘅時候就冇話人哋就住你啊。哦，之前嗰幾日要噶，因為好多攬頸啊。
打頭嗰啲，尤其是打左邊嗰啲，咪要小心啲啦。係啊，咁等佢埋晒口、拆晒線嘅時候就冇問題。埋晒口啦，係啊。應該聽日或者後日，係啊，好快咁一個禮拜。咁啊，定欣有冇做阿四啊？真係。唔使嘅，點使做阿四啊？自己話佢要執塵嚟。講笑啫，即係關心啫，叫我早日康復啫。但係你覺得佢會唔會覺得吃力啊？handle 嘅時候。佢啊，都 OK 嘅，都 OK 嘅，係啊，都唔錯嘅。不過如果佢同女仔打就始終好啲，係啊。男仔同女仔打係有一定嘅難度，係啊。今次我感受得到，係啊。你感受到？我感受到係，因為要互相配合啦，係啊。啲力始終唔同，係啊。嚟同場嘅陳山聰就自爆同姚子羚有感情線，咦？咁你哋喺戲入面係咪好 sweet 嘅咧？基本上我哋見親都 sweet 㗎啦，係啊。咁同埋我哋好熟啊，咁所以變咗好快可以投入到。係啊，咁我哋都識咗好耐咧，咁變咗我哋好快會投入到喺個戲裏邊咯。咁譬如好似琴晚又有拍啲談情戲啊咁樣，但係阿子羚 kiss 有呢個少不免㗎啦。少不免有啲咩最激啲啊？冇㗎啦，最激都係 kiss 嘅啫，你電視尺度。咁但係我覺得係有需要嘅，因為時裝戲係你一對情侶係應該會做嘢。銅鑼灣係核心購物區，吃喝玩樂一應俱全。呢一區嘅鋪租經常都貴絕全球，不過區內嘅住宅多數都係舊樓，樓價未必高攀唔起。一啲實用面積200幾方尺嘅 mini home， 4球幾就有交易，啱晒鍾情多姿多彩生活嘅年輕一族。銅鑼灣平住屋苑式上車盤，不妨放眼老牌屋苑珠城大廈，落成46年，有3座大廈組成，周邊雲集多個名牌商場，又有戲院、餐廳同超市等，而且離港鐵銅鑼灣站同主要交通幹道怡和街只係行大約2分鐘。屋苑主攻中型單位，但亦都有實用面積280方尺嘅一房單位供應，屬於屋苑入門版嘅單位。代理話而家入門盤可以揀 A 座低層一房單位，實用面積287方尺，叫價458萬。要喺銅鑼灣鬧市之中揾寧靜嘅居所，單棟物業新濠角係唔錯嘅選擇。由新濠角行去銅鑼灣購物區同埋港鐵站只係大約7分鐘，行2步亦都去到維園。附近居住密度較為低，環境寧靜舒服。新濠角樓齡有28年，而家進行緊翻新工程，每層只係有2伙，清一色提供迷你單位，實用面積200幾方尺。雖然原則係2房間隔，但係因為實用率只係有6:1，部分業主改為1房，又或者開放式單位，以增加空間感。代理話物業最近錄得嘅成交係一個低層單位，實用面積254方尺，獲一個用家以440萬承接，低市價4%。不過而家同類型嘅低層2房單位連租約放售，放盤價至少要480萬。銅鑼灣上車盤源緊絕，每個物業嘅放盤量往往都係1個起2個止。想有較多嘅置業選擇，不妨放眼坐落喺總統戲院旁邊嘅美漢大廈。大廈鄰近銅鑼灣購物區，行去港鐵站亦都只係需要2分鐘。基座係小商場，附近食肆林立，滿足住戶日常生活所需。美漢大廈係單棟樓，喺1966年落成，近年已經翻新，保養得宜。每層有16伙，主攻細單位，實用面積由280幾方尺至到400幾方尺。代理話，美漢大廈係區內放盤較多嘅物業，而家大約有6個放盤，最平係一個中層單位，實用面積282方尺，原本係1房設計，而家改為開放式間隔。單位原本叫價445萬，業主打算換樓，因為加辣之後市況轉正，所以減到去430萬放售。ONTV 東網電視財經新聞。東方報業集團舊年9月入稟台灣法院，控告自由時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刊登涉嫌誹謗東方嘅報道。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星期4一審裁定東方勝訴。被告需要喺自由時報電子報網站首頁刊登道歉啟事，並支付部分訟費。民事起訴狀內容指，被告喺舊年7月報道東方轄下東網台灣終止部分特約記者服務合約與事實不符，作出報道之前冇向東方查證，以釐清事實真相。
東方認為內容冇事實根據，事件嚴重影響社會大眾嘅視聽同東方嘅名聲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道。